大家好，繼續翻嚟第六到第十場啊，咁就第一到第五場就前面條片講咗噶啦，未睇呢，翻去睇咗先，睇完先至翻嚟睇，咁我哋啲場次就順住去啊嘛，可以係咪？咁啊記得呢，未訂閱記得訂閱啦，因為個新頻道呢，好多人未訂閱，睇翻得600幾個人訂咗啫，咁啊人數就遠遠未夠嘅，咁啊未夠訂閱嘅話呢，咁啊即係啲出片量亦都會少啲嘅，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幫幫手，同埋如果你未訂閱，有機會錯過我啲影片啦。即係有時突然之間出條片，你啊唔會知我幾時出噶嘛，係咪？咁啊第六場咩睇啊？呢場其實就好難啊。嗱，我自己覺得1號好難挑剔，試閘第一，贏2個馬位加速彈甩，咁啊埋門又潘頓操，上次又冇呢招嘅落班，咁啊呢個就唔係贏馬路程啊，呢個就純粹落班嘅啫。咁所以都多信號嘅，不過11檔路程初跑，所以難諗。2號馬九九圍軍呢隻馬都落班跑翻首本路程贏馬嘅。咁啊，之前就埋門阿鐘奕禮呢，就上次又冇操啦，咁啊今次係有嘅。啊，上次有操上去1下，今次3下，有個選騎信號氣11揀2。咁雖然11又唔係話值得氣㗎啦，咁但係都叫有揀過先啦，係咪先？有揀過都好重要啊，呢樣嘢。咁啊，再睇落去就係亨記個閘幾好㗎，5號馬個閘，不過今次加程啦，跟住外檔啦，冇咁好跑，但係你冇得唔拖。如果你近績好嘅9號馬，咁啊喬峰，咁啊好檔位，有1,400經驗，1,400時間最快分20秒59，係咪？咁另外隻馬注意翻，我覺得而家呢望翻賠率幾冷下，有機會爆爆地呢隻馬，咁就係隻呢個13號嘅彭猛堂。咁啊呢隻馬睇翻個血統呢，沙田應該可以應付到。今次操練有啲變化，埋滿有彩明少將之冇，咁啊整體嚟講應該都正嘅。咁啊起碼叫做喂，即係4班沙田未贏過啫，谷草千二贏咗㗎啦嘛，係咪？咁你跑翻同一個班，你純粹就係唔知個即係嗰個叫做場地得唔得嘅啫。咁今次喂你上場跑應該幾倍賠率？而家同你講26倍，買唔買啊？係咪買啦？拖都要拖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今場仲有啲乜嘢值得講啊？7號馬啦，個閘幾好啦，試閘第3輕輕鬆鬆啦，有個揀騎信號啦，咁啊揀6起7，咪所謂氣6揀7，咁啊，但係都合理嘅騎，即係揀呢隻馬，咁啊其他就都冇話太多特別嘢啦。12號快樂高球啦，咁啊上場有個8-9子備忘，大家注意住呢樣嘢，其他諗唔到，冇咩，亦都冇咩值得去諗。呢場有啲難，你問我可能即係正路咪拎翻喬峰咯，係咯。咁你宜昌光輝即係6環彩要一定要佢，你隨時大勝啊嘛，係咪？但係膽唔係要你贏嗰隻嘛，膽係要即係三甲機會或者可能前4名啊，最似嗰隻係邊隻？就可能係9。棒棒堂我覺得會係呢場最佳冷腳，呢隻馬俾個26倍你抵玩，亨記都係抵玩嘅呢隻馬。就係呢隻馬其實講真，如果佢跑1,200好檔，呢隻馬一定大熱。咁但係佢加程外檔個就試得好。咁啊，今場暫時係咁先啦。暫時最後都可能係2或者9膽，我會2或者9膽，九九圍軍或者係呢個喬峰。到時睇下啲飛再諗，睇第7場。第7場就呢場都本身有諗過揸5嘅川河營區嘅，睇翻原來今季成季冇上名，咁算啦，係咯，暫時就唔諗先啦。咁啊諗下又諗下，即係年年有運，年年有福啊。咁但係隻馬呢，就嗱個閘幾好嘅，咁啊試閘第一啦，越跑越勁咁啦。今日有3隻多福啦，頭先講咗啦，啊3隻有福啦，頭先講咗啦。但係睇翻原來佢今季呢，贏嗰場係草地嚟嘅，泥地又好耐冇上名，咁又好似又爭咁啲咁樣。咁啊，再睇落去呢，我反而呢想拎隻風繼續吹。呢隻馬其實前一場呢贏1650泥地，跟住隔咗場沙，而家拍翻呢個路程。而家同你講個10幾倍、13倍、4倍 pace， 仲有就係佢個操練上，佢多咗鄭俊偉去馬功夫。我同你講鄭俊偉個操練我都研究咗好耐，佢中意玩邊招呢？玩拍跳拍閘，佢中意拍跳拍閘，尤其是3隻一齊拍。3隻一齊拍呢，就好多時爆冷呢都有呢個信號。咁啊，今次呢，風繼續吹就係有呢一招，3隻拍跳。咁啊，上次冇一招嘅。咁所以就睇下呢隻馬會唔會跑翻泥地好，因為上次佢跑次草地，佢之前贏泥地啊嘛，贏完跑次草，而家隔一隔又跑翻泥地，跟住喂，咁你上次都贏緊呢個路程噶啦，分係加咗，咁但係未至於你贏完馬變13倍啊，4倍位置，抵唔抵買啊？梗係抵買啦，係咪？
咁啊，年年有福都機會都有嘅，不過呢隻馬擺得太後，成日嫌佢太後追，我唔中意呢啲太後追嘅馬。不過都係要諗啦。川河啦，儘管佢今季未上名咁，但係試閘好有路程係咪？星光快區咧，埋門潘頓跳上次冇啊，呢啲馬可能有少少變身機會，不過初跑路程揸唔會揸膽嘅。心得留意下啦，心得呢個之前試閘第2嘅輸頸位輸得近嘅，咁啊仲未上名。今場我隻馬落班係一個叫做非凡之選，非凡之選有個落班信號，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呢隻咩料咯。之前啲閘都 OK 嘅，不過今次又當喺外啊又成啊，我未必諗到佢先。如果你話輕磅嗰幾隻嘅話呢，即係都有閘噶嘛，證明選擇啊，係咪？11號、12號午夜快車都有做閘啦，呢兩個閘都做得幾好。當然啦，風繼續吹都有啊，都有做閘啊。如果你話係輕磅嗰幾隻，可能午夜快車個檔位好啲，揸咗個兩檔。其實之前佢5班贏嗰場係都贏甩晒嘅，都超嘅，就係午夜快車。咁上場就跑得差啦。咁啊，今次睇下可唔可以話保重定點樣樣？因為如果你唔諗嗰啲有疑點嘅馬，因為其實 even 你風繼續吹都係中意後追，即係都係偏追多啲。咁你唔諗嗰啲追馬嘅，你諗翻啲跟前馬嘅，就可能係午夜快車好啲。精明選擇就，我唔中意呢隻馬，佢好煩呢隻馬。一係有晒，一係冇晒，奪命放頭馬。同埋你冇睇個賠率，即係而家24倍咁埋門通常10倍到嘅啫，即係埋門永遠都係大落飛，係啊。咁而家你話隻午夜快車有個13倍 win 俾你，其實午夜快車都可以有一個好嘅選擇。咁另外隻馬注意翻就係隻後來無者呢隻馬，加程，我覺得其實唔差嘅呢隻馬。呢隻馬點講呢？佢上場其實係唔嚟追嘅，唔嚟追佢追好多。呢隻馬都可能你拖腳要諗咯，定還是佢想跑呢個路程想減分唔知，因為佢初跑呢個路程。咁但係即係後無來者係你唔可以劃走佢，我覺得係啊。因為上次佢跑泥地1200就追得好勁，跟住今次部署加程。你話佢到唔到？佢最長試過1400上名，咁所以1650呢。又唔係話唔得嘅，即係唔會話嗰個躍進爭好多腳咯，膽就唔敢揸啦。咁啊總結翻啦，今場我覺得膽啊92之間揀，我覺得膽喺92之間揀，即係你嗰啲有福嗰啲嘢，即係呢啲大號追馬呢，一係有晒，一係冇晒，做腳咯，係咯，唔想做膽，即係你話勁唔勁咁可以好勁嘅，個集贏到咁勁係咪？睇第8場。第8場其實望排位表係覺得係2隻跑嘅啫，3-4咯。會長之寶、金小子，金小子有個選騎信號嘅，佢起1揀4嘅，即係時歡欣佢唔騎翻，揀隻金小子。金小子個今次操超密啦，上次都好密嘅，今次再密啲，即係一心保重咁揸住個好檔位，個路程又贏開嘅，係咪？咁啊都幾似噶，同程100%， 3鋪2 win 1 pay， 2 win 1 Q 添啊，唔係2 win 1 pay， 2 win 1 Q 添啊。咁啊，而家就即係都出面玩完啦，即係去啲1200玩完，好似好似隻馬都係1000好啲喎，可能佢咁諗啦，翻嚟。咁啊，今次潘頓仲要選騎添，因為潘頓個選騎好重要，點解咁講呢？金小子上次潘頓騎，咁啊大家知㗎啦，係咪？時歡欣成季冇跑啦，原來上次都係潘頓騎，咁但係呢，時歡欣係贏馬，而家潘頓同你講啊，我贏嗰隻都唔騎翻啊，我就騎隻上場都冇份贏嗰隻。咁係咪潘頓真係選騎，真係覺得隻金小子好啊？係咪可以咁去諗啊？咁所以金小子唔錯啦，會長之寶一直好噶啦，今次整個好檔俾你，咁繼續好噶啦。咁你轉咗人轉嗌小麗，幾人安就係咪選騎呢？幾人安冇馬騎嘅大佬，咁啊唔知係咪俾人飛起定係點樣樣啦？總之就冇佢份啦。今次幾人安就咁啊，今次就轉嗌小麗，咁啊睇下呢個配搭如何？因為艾少麗其實你話佢有冇馬騎都唔算有，因為嗰隻千杯競典其實就唔關佢事。千杯競典係重配翻蔡明紹，因為蔡明紹騎佢係好過。今場有少少注意就係原來練馬師騎師有個叫做同主馬出2隻啦，唔係同馬房出2隻啦，賀賢出2隻啦，1號13號，咁啊姚本輝出2隻啦，10號12號。姚本輝呢好中意遞出嘅，我覺得呢2隻都係要諗啊。千杯競典呢，儘管佢1000米未叻過，但其實佢喺短途上谷草定係沙田都係跑得好，所以我覺得千杯競典今次都有機會。超寫意亦都係啦，超寫意其實琴日嗰條試集片都講過，我覺得都係啲即係冷腳之一啦。而家幾多倍睇下先？千杯競典而家33倍，好睇玩喎喂！
即係以姚本輝啲底出性格，你簽杯勁點你冇得唔拖，同你講，即係30幾倍要拖。跟住至於你賀賢嗰兩隻呢，我自己中意飛來閃耀。其實飛來閃耀我覺得佢1000好出色嘅。上期我覺得佢好叻嘅，不過但係佢跑得差嗰次，但係佢都做咗個最快末段。咁今次如果你話佢可以跑好啲的話呢，咁話唔定今次又可以保重，係咪先？佢賠率又好過10幾倍。因為上次其實上次飛來閃耀個鋪呢，夜馬嗰隻叫星際快車，走位叫111，會長之寶跑第二，走位叫432。咁我啱啱就咁講，你都聽到㗎啦，係咪？都係跟前嗰啲翻晒嚟啊！咁所以隻飛來閃耀係嗰一場嘅大後追馬，其實飛來閃耀可以好犀利。今次我都係幾中意隻馬，即係啱啱頭先我講3、4啦，再加翻隻13啦，我覺得膽係依度揀啦，係啦，3、4、13，會長之寶、金金小子同埋呢個飛來閃耀，我覺得呢3隻入面可能揀膽。咁跟住你話有啲咩操練奇怪嘢嘅？魅力寶區有啲怪怪啲，其實魅力寶區上次係冇拍跳，今次有2口拍跳。因為其實蔡漢呢，佢啲功夫唔好少咁樣，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好普通啊！你唔知佢操好未嗰種。今次佢2口拍跳，其實即係魅力寶區有少少奇怪。不過馬啊唔係好中意嘅啫，老實講呢隻。跟住仲有就係聖萬金啦，今次埋門中翼禮上次得助手，呢隻馬都係路程專家咁，諗埋佢咯，框住佢咯。咁但係呢隻聖萬金屬於純放頭馬，即係嗰啲又係一係有晒，冇晒咁樣。咁場睇到時睇飛再諗啦。我覺得膽一定係3、4、13入面揀嘅，其他腳其實都係。有隻新馬注意下11號嘅傑出雷霆，我覺得啲閘嗰啲整體幾好。呢隻馬應該係啲都外地跑得好嘅高分插班馬嚟嘅，即係你好少你一插嚟一插3班大佬係嘛？咁你外地即一定唔差啦，一插3班係咪？即係呢啲可能諗下佢咯。咁啊，其餘就呢場冇咩特別嘅啦。咁我哋就睇下一場啦。下一場睇第9場，第9場好難。其實9同10我都覺得難。你問我邊隻好？首先我哋講下有個選騎信號幾強啊。煲文氣2隻啊，氣7氣8就揀隻4，揀黃龍飛將。咁黃龍飛將上次第2，黃龍飛將上次非常之好啦，係咪？咁啊都係勉強輸俾嗰隻蔣瑞。今次似全心想保重，都連隻堅有利都氣埋。咁我覺得整體都似。我覺得暫時黃龍會比較好。其實我上條片都講咗嘛，即係黃龍上次95指大佬，呢啲又係值得諗。啱啱嗰場都有隻高指數未提，不過大家睇到嘅喺個 mon 度。上次有隻95指係隻14號嘅添開心，上一場講緊。咁講翻今場先。咁另外就係新二馬個操練有改變嘅。呢隻馬呢，前一場贏到咁樣。今次外檔即係重磅都唔驚啦，今次仲要6檔添，埋門有副練幾下，上次冇，呢啲操練大改變係正，我中意隻新二馬。其實呢場我就咁鬧，我覺得1同4兩隻都好正。咁啊，跟住你話喂，沈集成出2隻喎，係咪？係2隻。8號嘅堅有利啦，有啲特別嘅埋門奧爾文操，上次冇呢招啦，試埋個集第1有埋揀嘅啊，氣11揀8，雖然11就都應該要氣㗎啦，咁但係佢因為隻廚神都好似。同呢個路程呢個距離好似冇乜關係啊嘛，咁所以堅有利結正咯。咁啊，你話喂咁另一隻呢都有試閘嘅潘頓嗰隻就個閘都唔差，咁啊上一次都追得好嘅，咁啊但係我覺得嗰場呢新二馬嗰個證明強啲，咁所以其實翻嚟都係隻1會可能好少少。咁另外仲有隻不同世界，上次跑呢個路程跑得好啦，原來1650泥地都幾好，咁今次再報多次睇下呢場又如何咯。咁但係今次就當係都好嘅1檔嘅，但係你操練上嗰啲都冇其他咁好，同埋佢都係贏1次啫嘛。你嗰啲喂新二馬2 win 3 pay 係咪？黃龍飛將都1 win 1 pay 啦，堅有利都2 win 4 pay 啦，即係呢啲證明會再多少少。呢場點樣揀？可能黃龍或者新二馬，我中意啲擺前嘅馬。有隻馬注意下2號嘅精彩動力呢，隻馬就已經即係個閘好似試得幾好，今次懶地得17倍，隻1都懶啦。講真14倍隻1抵玩到爆隻1，我自己覺得可能1、4面揀啦。沈集成嗰2隻我唔係好分得清，我覺得8都可能有機會，即係唔一定係13，但係又個感覺又似係潘頓揀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堅有利潘頓都可以騎噶嘛，以前潘頓都係騎過隻堅有利噶嘛，咁所以好似真係有啲似揀騎隻神區。咁啊，其他有冇啲咩特別就？冇咩特別啦，已經即係如果你話信號最多，我覺得會係隻4，有試閘有揀騎，有上進指數備忘係啦。
咁啊，另外新二馬，我覺得佢上場個質幾強，即係你話佢斷嗰場冇一隻唔斷，全部都係罪。咁我哋睇第十場，第十場又係有啲難揀。其實諗下諗下會唔會即係買翻隻5號，即係呢個原力寶。佢試過集幾好，兩個集，一個就係第一個第四。咁另外萬門副練有操，上次冇呢招咯。咁你賽項呢啲功夫咁樣好少有，同埋有時啲嘢呢，你覺得哇好似好多隻咁啊，最後都開翻隻大葉俾你。咁呢隻原力寶可能會係真相都唔出奇，因為其實你唔揀佢，你其他難揀咯。2號哈羅威咯，用翻周俊樂。之前周俊樂就係其實天賜湯佢啊嘛。咁啊，其實都唔算湯嘅，佢都輸得遠嘅。今次試翻個集又好咁樣，即係起碼用翻個啱佢用嘅騎師啦。咁啊，同程1 win 4 pay，1 win 4 pay，而周俊樂騎佢呢，就騎過1 win 5 pay，所以周俊樂同呢隻馬好夾。咁另外3號保障琴日提過啦，咁啊試集贏2個馬位，犀唔犀利？幾犀利啦！時間最快佢，咁但係我唔知佢純放頭，今場多唔多馬放？4號應該都放，4號都放，其他唔肯定，10號可能放10號，其他唔肯定。呢場都好難，有好多馬都試集好啦，2、3啦，2、3、5、7啊，2、3、5、7、9都好啦個集係咪啊？2、3、5、7、9、10、11。13個集都好，今場好多馬試集試得好，所以其實係難諗嘅，我會覺得。咁另外就係操練改變啦，咁啊萬門副練操啦，咁啊隻原力寶啦，萬門中逆例有操呢，就係隻8號嘅莊家班。咁另外就係隻11號嘅呢個金創福威啦，萬門阿倫有操啦，上次萬門係助手，亦都係咧有個奇怪嘅信號喺度啦。星威心得呢，呢個心得係啲爆冷係馬主啦，備忘有個上場90子，之前試集有個跑第1，咁所以其實星威心得都可以係藍馬選擇之一。所以今場好多隻都有信號我覺得4連環可以好玩，隻飛唔到咁即係好分啦，係咪？Even 你莊家班星威心得2隻最爛40倍，而家暫時都係有信號睇。膽係點樣揸？我唔肯定，我會喺2、3、5入面揀。我會2、3、5入面揀。其實6呢，紫荊上場幾好嘅，即係紫荊盛世，但係上場好，然之後佢試過個集唔好，我又即刻又有少少抗拒。金創福威本身幾好，但係佢今次個檔位差，我又唔知佢會點跑，因為檔位爭好遠。呢隻馬呢個跑法，呢個檔位係難跑，所以我會諗2、3、5入面揀，因為5有機會放到頭，所以佢外檔我冇咁驚，係啦。咁但係3都會放啦，3都係放啦。2、3啱啱頭先講放頭邊隻？有機會係2、3、4、5入面出放頭馬，其他馬未必係啦。但係10可能都會放，10可能都會放，其他唔肯定係啦。咁所以睇下會點跑，暫時未歸納到答案。但係我成日發現呢，就係當我永遠諗唔到答案，好似隻都似嘅時候呢，佢就會開大熱門㗎啦。唔知點解咁樣樣，大家可以留意下。咁啊，講完啦。咁啊，呢個度飛影片啦。咁如果唔係度馬影片啦，咁如果你話度飛嘅話呢，就聽日唔出。咁但係呢，有支持開電費嘅，你 WhatsApp 我，聽日做完個表 send 埋俾你喺 WhatsApp 度啊。咁你 WhatsApp 邊個 WhatsApp 我呢個叫做幾多號啊？我 WhatsApp 幾多號啊？睇下先。977203007嗱 WhatsApp 呢個啊，咁如果你話想自己睇嘅，上 Winbet 網站 winbet.cc 或者你 Google 打 Winbet 應該揾到噶啦，咁啊就自己睇啦，係啊，咁啊就聽日就唔免費放嗰條度飛嘅直播出嚟啦，咁啊一嚟時間有限啦，二嚟電費有限啦，咁啊所以就暫停一次先啦，咁啊記得啦，咁啊覺得影片有用，俾個 like 我，俾個訂閱我，後面留句言同我講句嘢，多謝大家嘅幫忙，拜拜。